你轻轻牵住了我，不是责备，不是命令，是你的手让我再次站立。你没有走在我前头催促，也没有站在远处等我，你就在我身边慢慢走，与你牵手是我平安的理由。你牵我手走过风雨，你用恩典扶持我的软弱，你不放手，哪怕我一晃，你爱是我不跌倒的原因。有时我心灰意冷，想退后，你却温柔地等我回头。你从不嫌我慢，不够心，你始终牵着我不松手。我曾问主啊，我还能走吗？你却说我不曾离开，哪怕前方仍是旷野之地，你手中有路，有光，有方向。你牵我手走过黑夜，你话语照亮我脚前的路。我不靠感觉，不靠自己，只要你握着我就有信心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的带领，互咱伫透早日出来的时，拍开心门敬拜，为了要听上帝话语，坚固咱的心，嘛要将主的真理实践伫生活中间。今仔日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突破心魔，日日进步。记载伫申命记第3章1节甲20节。我先来读第1节甲第2节，后来咱就斜对向巴山的方向去。巴山王俄甲伊的军兵出来，伫一直来甲咱交战。上主甲我讲，免惊伊，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军兵以及伊的土地拢交伫你的手，你就亲像对付踮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安尼对付伊。感想，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阿摩利王西宏了后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巴山地去，向巴山王俄救路，无得到稳准。巴山王俄甲伊的军兵出来，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上主知影因面对权大的大汉人，一定会惊吓，就对摩西讲，免惊，我已经将伊甲伊的百姓拢交伫你的手，你要对待伊，亲像较早对待阿摩利王西宏一样。感想，耶和华的意念悬过咱的意念。当咱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阵，主已经将应允放伫咱的心中。这嘛，互咱来思考，当你面对困难的时，你是毋是有用坚定的心钻研倚靠，也是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埋怨忍心倒退。刷咧，咱来看第3节甲第7节。上主，咱的上帝就将巴山王俄甲伊的军兵拢交互咱，咱甲因拍死，连一个都无留。迄时，咱攻取伊所有的城，
无一座城无互咱占领，安尼咱攻占巴山王吴所统治，安尼高北地区全部诶60座城，遮拢是坚固诶城，有悬诶城墙，有门，有串，以外也有真济无城墙诶装饰，咱完全甲因消灭，亲像以前对待伊是本王、西王安尼，将城内诶查甫人、查某人、甲囡仔拢消灭。只有留精神，甲对遐个城抢来诶物件，做家己诶战利品。感想，果然因为耶和华诶大能力，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得到大胜利。迄时，以色列人夺了所有诶城，拢总有60座，数目非常诶多，土地诶面积嘛更较开阔。比以前西方所统治诶也未大几啊倍，土地真肥，城墙嘛非常诶坚固。无的确，咱感觉查某人甲囡仔拢真无辜，但是当因结合起来，抵挡上帝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拢会做歹，拢会违背上帝。咱其实拢是伫听候上帝审判尔。上帝将精神甲财产赐予以色列人，这是上帝予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恩典。但是如果因无好好啊敬畏上帝，倚靠上帝，继续做歹，上帝嘛会弃绝因。甚至连你甲我，咱的本质拢是罪人。愿圣神伫咱的心中，每一天光照提醒咱，时刻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行伫合上帝心意的道路上。刷咧，咱来看第8节甲11节。迄时，咱对2个阿摩利王的手抢夺因伫约旦河东边的地，对阿伦山谷甲溪门山。这个溪门山，西顿人甲伊叫做西连，阿摩利人叫伊做示尼尼。咱嘛攻取平原所有的城，基列地区甲巴山地区，直到撒迦甲伊得来，这拢是巴山王吴的城。巴山王吴是立法因人最后一个人，伊的面床是铁的，长大约4公尺，宽2公尺。现在伫阿文人的喇叭也会当看到这顶面床。对这，咱会当看出西方甲吴因的范围内面，拢是阿摩利人，只是刷落来一寡族甲支派无啥共款。西顿人叫乌门山做西连，阿摩利人叫溪门山做示尼尼，一直到撒迦甲伊得来，拢是巴山王的地。立法因的意思是长暗棍。立法因人嘛是属伫阿摩利人内面的支族，最后立法因人所剩的只是身材悬大、骄傲佮自高的巴山王吴所困的面床，嘛代表观察，成做阿文人的喇叭的观光景点。分享伫遮的经文，互咱看到。第2代以色列人并无像第1代以色列人，因相信天父上帝应允，带领因征战得胜。因为迄份坚定的信，搁一摆经历上帝作为，连这搁较宽大的土地、人口、军队搁较济巴山王吴，伫耶和华的面前，嘛毋是以色列人的对手。刷咧，咱来看第12节甲第17节。咱得到这块土地了后，我将阿伦山谷附近的阿罗尼城甲基列山区的一半，以及其中遐个城，拢互路边人甲迦得人，将基列其他的地甲巴山王吴全部的土地，拢互马拿西万支族。巴山的阿尼高别地区嘛叫做立法因人的地，
玛拿西的后代雅尼占领阿尼高别全地区，伫甲基述人甲马介人的边界，伊用家己的名叫巴山地区做哈乌特雅尼。到今仔日才用这个名。我将基列山基列分予马吉种族，我分予路边支族甲迦得支族的地势，对基列到阿伦山谷，用山谷做界，直甲阿文人的边界的雅卜河，包括阿拉巴甲瓦郡约旦河的地，对加利利湖到阿拉巴海，就是沿海，以及比苏加山骹东边的地。分享，迄时因打败了阿摩利王，伫约旦河东得到因的土地，范围是对上南的阿伦国开始，直到摩押。摩西将基列山地的一半，佮有其中的城，拢予两个支派，就是路边支派甲迦得支派。其他的城就是北边的基列地，还有佮较北边的巴山全地，就是五这个王的国。伊予玛拿西半支族，因此阿尼高别全地就是玛拿西支派。玛拿西的子孙雅尼就占领了巴山的全境，直甲基述人甲马介人的交界。雅尼就照家己的名称巴山地做阿乌特雅尼。摩西佮另外将北基列地予玛拿西支派，另外一个子孙叫马吉。最后交代路边支派甲迦得支派。咱若看地图，就是伫约旦河东上南边是路边支派，中间予迦得支派，然后规个北边分予东玛拿西支派。对遮，咱会当看见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子孙拢公平对待，还佫有罗得的子孙甲以扫的子孙嘛拢互因机会甲祝福。最后，咱来看第18节甲20节。迄时我吩咐因讲：上主，恁的上帝已经将这地互恁做家业，恁中间的勇士拢着带军去，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。毋过恁的某、恁的囡仔甲恁的精生，我知恁的精生真济，通住伫我所互恁遮的城，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。伫约旦河迄边得到上主，恁的上帝赏赐恁安稳徛起的地，然后恁才通倒来我所赏赐恁做产业的地。感想，经历旷野漂流40年，以色列人最后来到约旦河边，上帝应允互因的迦南地，就是河的对面，但是却有两个支派无想要搁向前进入迦南地，甲大家做伙分家业，敢若想要踮伫原来的所在，而且要伫遮徛起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摩西不断用顶一代以色列的事件提醒因，因为摩西无希望因违背了上帝心意，放弃了上帝应允，是应该同心合意。回应上帝呼召，甲领受祝福。互咱来思考，当你的人生拢丰富了后，某囝、工作、经济等等，是毋是爱会继续进前向上帝放伫你生命中的命定呢？今仔要分享的金句是诗篇第3篇第3节：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又搁是叫我举起头的神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时刻的同在，陪伴阮经历人生的关山峡谷。有时你将一寡艰难困苦放伫阮的面前，是要爱阮知影你是旷野开道路、沙漠开江河的神。主啊，你会当刷大山甲小山，你嘛稳准这艰难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是要爱阮谦卑、敬畏、仰望、专心倚靠，
学习胜靠你，赢过环境，赢过艰难，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不是我手抓紧你，是你始终握住我，即使我松手放弃软弱，你手仍